遊學遠方，習禮之書，趕人望，原是女生暗掩裝。校友規訓，寧確不准許巾幗求學。淑賢女子，屬心歸居暗房，人在語坊，處身書齋感迷惘。遊行與300結黨，夜唱詩奏畫作。想與看星說文學，熱情暗生不可自抗。怕坦率將心聲交代，怕草率泄露祝英台。若擦肩強避開，然後視線驟改，不敢笑逐顏開。為甚求覓到所愛，必先要死去活來。乞討無障礙對待，為甚求活到精彩？須將女生寫下來，自我掩蓋不自愛。會否等得見未來，男共女均等競賽，重踏故鄉，乞知家中出狀況，嚴父配女與馬方，令此山欠力抗。只付託300無望，兩人最終不歸路往。再細看今天這一代，有那種性別得偏愛，樂見風氣漸改，還是大志未開，走不變舊瓶蓋。為甚求覓到所愛，必先要死去活來。乞討無障礙對待，為甚求活到精彩？須將女生寫下來，自我掩蓋不自愛。會否等得見未來，女共男均等比賽？為甚求覓到所愛，必先要裝笑擺呆。苦愛求別人慷慨，為甚求活到精彩？須將寫意寫下來，露背袒胸不自愛。會否等得見未來，女共男均等比賽？